新闻一开始，先看中国船并船两死的案件。外界咧质疑讲，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要暗砍船有烧弄的事实。国民党伫几日市较心，今仔搁再提出一份报告，讲中国船的后壁有去弄到这并船，甲咱海巡的讲法根本就无同。另外，中国政工红十字会今仔嘛搁再派5个人去金门，甲咱的海巡关门协商，要了解事情的详细。 中国快艇并船案件造成2个人死亡的意外，2位被救起来渔工只讲船是和海巡的船动并起，相关两方的局势。再加上海巡无录影，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被质疑暗砍烧弄的事实，要求下台负责。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无暗砍唔通听信谣言。法务部长蔡成祥讲，金门地检署会用上紧的速度查明真相。 海委会的管主委或者是海巡署呢，也就在第一时点上就能够掌握到这个现象，而且呢，就继续采取相关的这个回应的这个办法那他们也一再的对社会有所说明并没有所谓的隐匿的这个状况。责任的归属也是我们金门地检署他们有责任去查明是不是有刑事的责任。严过国民党立委徐嘉欣质疑。 海巡的讲法甲真相有出入，更有人提供情报讲，并船的意外是中国的船倒边的船身甲南方的 CB 快艇正边的船身去弄掉，甲海巡署所讲的中国船是为着要闪避查缉，大角度向正边驶翻这并船无啥共款。第一时间的新闻稿跟他们的送去的报告也写的不一样，产生更多一点，让我们觉得基层认真做事，但是高层。 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方式要去隐匿整个过程？请问这次主要的带过来的目的是什么？死者家想要找真相，政工红十字会秘书长赵永山带4位红会顾问孙晓东、曾东航、黄天定，甲委托书记洪水平，23早起到金门，被看作是中国的调查团，因甲海巡署副署长柯正之等官员闭门协商。 其中孙晓东有医学的背景，可能让了解协助验尸。这样可以跟我讲一下刚才谈了什么？好，谢谢。基于这个公益的这个情况下，因为这个事情变成国际的事情了，所以怎么样让家属或者他们陪同的专业人士可以去看遗体或者去看这个船只。陈耀鼎认为，政府就两岸关系就要提出态度，今夏水系的情势已经被改变，各岸单位就要积极处理，以免引发意外。记者综合报道。